今次去到寶安區食一間連本地人都推薦嘅一人一鍋海鮮鍋，裏邊嘅地方環境相當大，人流極旺，超熱鬧。食海鮮一定要揀人流多、流轉快，海鮮先會夠新鮮，價錢抵食到連本地人都推薦。想知道近期有咩好玩好食，就跟我嚟啦！喺出發之前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，最重要就係將我影片分享出去。我哋今次去嘅海鮮火鍋一人一鍋就係近期大熱嘅撈鮮門，佢個位置就係寶安萬達廣場。如果搭地鐵嘅話，最近嘅地鐵站就喺上村站嘅 H 出口。上咗地面之後，向地鐵站嘅後邊行，第一個街口轉向右手邊，會經過交通銀行，一直向前走就會見到萬達廣場。跟住高德地圖走，由地鐵站行過嚟大概14分鐘左右就到。餐廳就喺廣場嘅 A 座3樓，可以搭扶手電梯上到3樓。電梯嘅旁邊就係撈鮮門，可以見到佢哋手切鮮牛肉嘅玻璃廚房。餐廳佔地環境相當大，差唔多大半層。我哋去到嘅時候，門口都已經有人等緊。呢一間亦都係大眾點評海鮮火鍋熱門榜嘅第1名，可以掃曲攞位。如果有大眾點評嘅話，亦都可以差唔多到之前攞定位。入到去個場地相當大，大大話話都超過100張台，坐滿咗食客，相當熱鬧。望一望呢度個價錢牌，佢哋嘅價錢係用碟嚟計算，例如綠盤係5蚊，黃盤10蚊，紅盤係14個7毫1，銀盤或者白盤22蚊6仙，金盤係110蚊3毫，鍋底係17個半，醬料係5個8毫8。如果小朋友嘅話，1米至1.3米可以免費鍋底。雖然呢度有價錢，但係其實如果你有大眾點評、美團或者抖音團購嘅話，買優惠券最平做到6.7折。我當日用大眾點評就67蚊袋100蚊券，亦都有唔同嘅套餐可以選擇。呢度人流多，流轉嘅海鮮就自然夠新鮮。出嚟睇呢間咧真係超級大喎！呢間咧可以話係咧我食過咁多間咧火鍋之中咧最大嘅一間。攞嘢食先，啲沙茶咧超大隻啊！超口肉都係15蚊一碟。好，我哋攞啲沙茶，天鵝蛋大大隻都係15蚊。同大家望下呢度有啲咩嘢食。最左手邊擺咗啲貝殼類，例如沙茶、聖子、螺等等。仲有鮑魚，我見到啲鮑魚都超靚。交俾你問。揀好就可以交俾職員去處理，去殼清洗乾淨。小青龍75蚊，睇下隻隻都好生猛。龍蝦都係鮮活處理。呢度見到個龍蝦咧，你睇下個肉，處理完個龍蝦出嚟都係爆膏狀態，而且佢個肉晶瑩剔透。巨型生蠔，手板咁大嘅生蠔都係15蚊2隻，超大隻。我哋繼續行，再過嚟係海蝦、瀨尿蝦、膏蟹，佢哋嘅大頭蝦、瀨尿蝦都係啱啱撈起上嚟。過去有魷魚仔、章魚仔、象拔蚌、脆丸、墨魚片、魚子、火鍋魚皮、鯊魚肚、鯊魚腸。過嚟係海螺片、貝柱、北極貝裙邊、北極蚌、花膠、豬黃牛、紅心、筷子牛肉、嫩牛肉、麻辣牛肉、掌中寶、小裙乾。再過嚟係千層肚、黑毛肚、鮮毛肚、烏貝、9尺鵝腸、豬頸肉、豬肚。再過去係蝦滑、肥腸、虎皮鳳爪、小臘腸，仲有啲丸類，生牛肉丸、手打牛肉丸。跟住係麵食，五彩麵、芝士年糕、龍口粉絲。再過去係豆製品，響鈴即食麵。菇類有繡球菇、木耳、香菇、金針菇。跟住係蔬菜。再過去係手切牛肉，肉都係每日新鮮運到。手切牛肉都係15蚊一碟，嘅色澤都相當靚，亦都有肥牛、羊肉卷。
而呢一邊亦都有介紹每種食材煮嘅時間。小青龍係3到5分鐘，鮑魚係5到8分鐘。攞完食材之後，就可以返去調返自己嘅靈魂醬汁。喺呢度亦都可以攞到啲圍裙、食具等等。海鮮咧最啱咧攞啲薑絲啦，跟住咧攞啲檸檬葉絲，可以咧調返海鮮嘅鮮味。跟住咧再加埋呢一個青檸汁，好，加少少呢個青檸汁。食海鮮我通常會加啲檸檬葉絲、薑絲，加埋啲蒜蓉、辣椒碎，再調好個靈魂醬汁啊！望一望佢哋嘅飲品，通常飲品個毛利率都好高，但係睇下發現佢哋飲品係相當抵，唔單止寫咗飲品嘅成本價，連毛利率都寫埋出嚟。例如可樂賣緊2個6毫8，成本係過8左右。又例如王老吉賣緊2個9毫8，成本係2個1左右，只係賺8毫子。維他檸檬茶成本2個7，賣緊3個9毫3，仲平過超市便利店。百威啤酒5個4毫2，其他啤酒都相當抵，幾蚊起，寫埋個成本俾你睇。當攞好飲品之後，就可以點埋鍋底，用手機點，鍋底係17個半，未計折扣。我哋4個人就點咗呢4款嘅鍋底。望一望攞返嚟嘅嘢食，佢哋個小青龍相當高品質，隻隻都爆膏，肉質又靚。另外鮑魚揀好之後就可以交俾職員處理，仲有手板咁大嘅生蠔、沙茶、天鵝蛋、手切鮮牛肉、牛舌、豬頸肉，另外仲有其他火鍋配料、午餐肉、唔同嘅丸類。枱頭都有貼每款食材要煮嘅時間，計好時間就唔會過火。我揀嘅係竹蔗茅根海底椰湯底，首先放啲龍蝦、沙茶、鮑魚、天鵝蛋、牛丸等等，其他人都開始放食材。夠時間就可以撈上嚟，睇下個龍蝦個肉質緊實潔白，仲有個鮑魚成個元寶咁，攞上嚟攤一攤就可以慢慢品嘗。其他人嘅龍蝦海鮮都可以陸續撈上嚟。點一點調好嘅靈魂醬汁，好啦，個龍蝦都食得啦。點少少呢個醬汁，我哋頭先調嘅醬汁有檸檬葉、薑絲，哇，好結實彈牙，超鮮。個龍蝦肉夠鮮夠彈牙，而且咧好甜，到大概4分鐘咧就已經可以食得啦。屋企人就點咗番茄湯底，辣辣地，呢個番茄湯底都幾開胃。佢其他海鮮咧都陸續得啦，之後就係鮑魚，相當彈牙結實。檸檬葉絲、薑絲加埋蒜、辣椒同豉油，食起上嚟真係可以話係食海鮮嘅天作之合，超滿足咁樣食法。天鵝蛋幾肥美，口肉又飽滿，大頭蝦拆出嚟嘅蝦肉都唔細。沙茶點少少豉油就食得，仲有佢哋嘅手切鮮牛肉，推薦6、8至10秒就可以，真係食到舐舐脷。佢哋嘅牛肉抵食，品質又好高。無肚都係6、8至10秒，上到嚟點少少豉油，口感相當爽脆。最後甜品有佢哋自家製嘅奶皮子酸奶。就食埋佢個酸奶，佢個酸奶咧都係自己發酵，試下先。酸酸甜甜，相當絲滑啦。入到口咧，好似食芝士蛋糕咁樣。哇！個質感好綿又細膩，相當好食，絕對值得推介。最後我哋4個人埋單，
總數係772個4，當中我哋買100張嘅優惠券，折實都係544蚊，平均每人136蚊，已經食得相當豐富。價錢抵食之餘，佢哋嘅食材好新鮮。如果離開寶安區嘅話，想食一餐抵食又好食嘅1人1鍋海鮮鍋，呢一間撈師門絕對值得推介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，記得點讚同埋訂閱我頻道。最重要就係留言同埋分享埋俾朋友，撳埋我鐘仔，當有新片出嘅時候，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約定你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